嗱，今日想講下社交平台 Threads 嗰度咧，近日熱傳呢個港鐵嚴厲打擊車站交收喎。我相信你同我都試過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唔用嘅嘢上網賣咗佢，咁咪要約人出嚟交收噶嘛。咁有深水埗店主咧喺琴日嘅時間喺站裏邊交收咧，就親自目擊到好多名港鐵職員咧截查，懷疑係進行交收嘅男子。咁令到佢自己咧都臨時要改下交易地點啊，避一避風頭先。嗱，事件曝光咗之後咧，好多網民都熱烈討論啦，好多人都驚訝喎，哇！即係直情唔知喎，原來佢地鐵站裏邊唔俾交收嘅咩？咁啊，即係呢個行為都其實都進行咗好多年㗎啦。咁同時間咧，呢個網民都質疑港鐵點樣界定為交收嘅行為咧？嗱，如果用電子支付咧，或者係其他嘅招數咧，會唔會係規避到呢個進行交收呢樣嘢咧？即係話借咗人嘢還翻俾人，咁得唔得咧？嗱，根據港鐵附例第30條，任何人未經港鐵書面特准，不准在鐵路處所內出售或要約出售任何貨品或者服務。咁私人二手物品買賣咧，亦都有機會觸犯法網喎。嗱，違者一經定罪咧，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港元及監禁6個月啊！嗱，其實港鐵咧早喺2015年11年前咧已經曾經嚴厲打擊站內網購交收㗎啦。咁喺多個車站都設有禁止交收貨物嘅警告。嗱，你有冇見過呢啲牌咧？我就印象唔係好深啦。咁當中有冇啲咩灰色地帶咧？即係我啱啱講啊，借完人嘢還翻俾人，咁又得唔得咧？嗱，咁佢話交收貨物啫，即係如果唔係全新嘅嘢，都算唔算係貨物咧？二手嘅物品又界唔界定為呢個貨物一種咧？咁啊，今時今日揾食艱難啦，係咪啊？罰人錢就最易噶啦，即係等於你做個交通督導員，你隨街抄牌話用乜易啊？呢啲工捉人錯處啊嘛，挑人骨頭咁啊，最簡單最易做噶啦。嗱，如果真係斷正罰幾多錢咧？佢好似話最高5000蚊啫，咁但係第一次會唔會真係罰5000蚊咧？如果可能多次違規咧，拉埋你坐監添喎，監禁6個月喎。嗱，呢劑真係長知識啦，即係都冇乜點聽過係嘛？喺港鐵站裏邊交收俾人捉到咧，要俾人票控。咁唔一定係商家，唔一定做生意嘅。我哋普通人有時有啲用完嘅嘢想放售出去，亦都有機會喺港鐵裏邊交收嘅。咁而家風頭火勢咧，大家就注意下啦。咁啊，免得斷正咧，又攞嚟煩一餐啊嘛。